美國同伊朗繼續角力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已經下令美軍開火擊沉喺霍爾木茲海峽布雷嘅船。伊朗方面話已經開始向通過海峽嘅船隻收取首批通行費。另外喺美方嘅斡旋下，以色列同黎巴嫩停火協議將會延長3星期。美國國防部發布影片展示，美軍喺印度洋登上一艘被指運送伊朗石油嘅運油輪。國防部話將繼續攔截為伊朗提供支援嘅船，又話至少有33艘船喺美方封鎖行動中折返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，喺同伊朗達成協議之前，任何船未經美方批准不得進出霍爾木茲海峽，並下令海軍可以開火擊沉任何喺海峽布雷嘅船。What they have left, though, is a pretty expansive fleet of, imagine big speedboats with stuff like machine guns and rockets. And of course, it doesn't take much to lay a mine, so you can just put a mine on a speedboat and take it out and drop it in the water. That's what the president seemed to be referring to in his social media post this morning. 伊朗表示已經開始向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船收取首批通行費。伊朗國營電視台發布影片展示，蒙面突擊隊星期三喺嗰個海峽扣押貨船。特朗普強調，美方冇壓力要迅速同伊朗達成協議，又話伊朗目前仍然無法確認邊個係領導人，內訌嚴重。以色列同黎巴嫩代表今日喺華盛頓舉行第2輪直接會談，討論延長兩國嘅停火協議同未來談判安排。黎巴嫩真主黨向黎巴嫩南部嘅以軍據點開火，擊落一架無人機，重新恢復襲擊行動，係回應以軍違反停火協議。以色列國防部表示，以軍準備好對伊朗重啟戰事，並正等待美方批准。